市长高虹安咧做立委的时阵是牵涉诈领助理费，今仔日是审宣判变化，撤销贪污罪。香港一团迷院的创办人黎智英牵涉国安法去互判有罪，真侪古侪头人拢呼吁中国都爱赶紧放人。全世界上个寒城市罗西亚雅库茨克，这礼拜是已经降到零下45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这新竹市长高虹安咧做立委的时阵是牵涉诈领助理费，一审是去互照贪污罪判关7年4个月。不过今仔日二审宣判是变盘撤销伊的贪污罪。针对这个判决，高虹安是真感谢法院的判决，希望会当赶紧落去做市长的工课。不过，这项大转变煞嘛引起争议。法院表示讲会撤销贪污罪，是因为讲无证据通好证明高虹安是调工要管这条钱的，认为讲这助理费算是补助，使用会当存救。而且检方是指控这高虹安加报11万外，不过实际上高虹安和助理的费用唔那些寡钱，所以讲这条钱嘛唔是入高虹安的落地仔内底。虽然这法院是引用立法院组织法来做依据，不过民进党的立委新必用就表示讲，安尼判是要安怎甲过去去互判贪污的人交代咧？尤其是这助理费算是补助立委的有使用空间这条，恐惊是未输甲助理费合理变做立委的个人薪水一部分。约谈到案，本地是民众党部分区立委转去选县市长成功的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伫立委的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被照贪污罪起诉，一审重判7年4个月，剃头公权4年，被停职。专案上诉了后，高等法院16宣判，该照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伪造文书罪，判刑6个月，会当用罚金18万大刑。专案阁会当上诉。高虹安共同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处有期徒刑6月，如一科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本地一审是认定高虹安聘用助理铺报收金含加班费，互立法院的承办人员登载伫公文书甲重判。不过二审认定无构成贪污罪，认为讲立法院组织法规定讲助理费是实质补助，使用会当有存救，而且助理费是每一个立委做一个单位，预算是伫第委员文件的业务内面，助理收金加班费属立委补助费的性质，嘛认为讲立委公费助理费本质属立委补助费性质，咱三金制度是对其他的立委办公室。高虹安市长没有贪污，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搞得4分5裂的同时，应该从这个判决开始停止撕裂国家。民众党知影判决的结果是党委要求停止司法的追杀，因为高虹安二审方认定无贪污犯罪事实，嘛无坐监的问题。根据地方制度法，会当申请复职，市府已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对这内政部回应讲，等因收到复职的申请了后，因会依法来办理。恭喜高虹安市长，终于司法还他清白，也期待高虹安市长能够尽快复职，那回到市府的团队，跟大家一起继续打拼。明年也是这个县市首长的一个大选，不管在我们的上一届主席跟现在的主席都一直希望我们地方要来支持我们高市长。公安的被告内面有一个人是维持无罪，其他3个人是分别被改判2个月到4个月不等的刑期，而且会当假罪2年。高虹安是发出声明感谢合议庭对事实来做出判断，会较紧转去做市长的工课，一切等寻到判决出了后才回应。即马二审贪污的罪名无成立，嘛牵动高虹安的政治发展和民众党的政治布局。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戴荣泰昨是宣布讲，无要副司在违法，是这宪政历史上的头一届。总统赖清德昨半暝嘛出声批评在野党独裁，若要两党嘛甲抢倒转去。民进党就呼吁这立法院长韩国瑜爱出面调解。行政院长戴荣泰宣布不副司在违法，创下宪政首例。总统赖清德在5半暝也向民众发布单位鸦片，这是对民主的侵蚀，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也毋过，行政院不副司也伫立法院引起朝野攻防，针对赖清德批评在野独裁，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反问，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安怎会是独裁，并无合逻辑。国民党也批评赖清德、卓荣泰，你们践踏台湾的民主宪政，注定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骂名。你不附属、不执行，
那其实国会存在不存在的差别是什么？没有国会，没有所谓的宪政的权力平衡，那叫行政独裁。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钟嘉宾希望大清朝未来拿动用院制调解权，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当再来参与。我们也对韩院长能够未来能够呢正式院际协商，他也有共同调解，跟总统呢来共同调解我们宪政机关彼此的争议，不然他没有出席就是没有出席。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活2年无踏入立法院，这摆选伫立法院举办新菜发表会，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苏家全等人拢到场小庭，访问到最近的宪政僵局，拿了重量级人物各自表态。我还说一句话：台湾民主路，大家一起走。这叫整体的，不是韩院长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事。院长会不会觉得现在台湾是一个宪制危机的一个时刻？是一个的确是的。好，谢谢啊。是怕你选总统。好，谢谢。面对调解对立成员，立法院内外无共世代、无共立场的政治人物，对宪政僵局拢各有看法。也毋过第时间来恐惊真歹有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去年传出霸凌事件，经过内部调查已经处罚。不过，监察院是认为讲，这卫福部处理了伤凶光，质疑调查的公平性，纠正卫福部今仔日通过。另外，嘛担心5个牵涉霸凌的主管送庭改反映心理。去年12月，卫福部传出有几个主管涉及工课场的霸凌。虽然内部调查有处分，不过监察院认为卫福部处理工课场霸凌案伤过潦草。亲像文管调查，无甲调职甲离职的人员包括在内，嘛无落实清查等等。地处调查的结果公平性、处理的比例原则受到质疑，所以16通过纠正卫福部。我们当时觉得那份报告是有问题的，然后果不其然送到监察院以后，因为监察院有完整的这个听证调查权，完整的调查权，所以他们拿到全部资料以后，做出这样的判决，这是应该的。另外，卫福部所属的5个检任主管，因为涉及严重工课场不法侵害、甲工课场霸凌的行为，监察院嘛通过弹劾，包括保护司前检任视察林春燕、长教司前专门委员王玲仪，甲社工司检任视察王燕琴3个人，长期滥用职权，甲剥削大细声、无理体文、讲话口舌等等，致使真侪同仁身心受创伤。另外，现任长教司长卓建峰要求同仁伫咧休困时间侵权，影响剥削休困的权益。主任秘书刘玉官是达不时的情绪失控，会甲同仁匹配叫等等的行为。这5个主管侵害剥削的人格权、免有权甲健康权，升等机关的名声，专案移送庭改反映心理。我们会进一步尽速的展开了解那么如果有新事证，我们也不排除这个重启调查。赵总良强调讲，未来会持续强化工课场霸凌防治教育，让同仁了解申诉的管道是通透的，嘛会请人事处重新检视部长的信箱处理的流程，敢有需要改进的所在，相关的检讨会用上紧的速度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梨山的茶农谢中林月初去法国参加茶叶国际比赛，摕到特别奖。伊就台咧领奖的时阵，这用无受展示咱的国旗。不过，这现场煞是那像有中国大使馆的人徛起来唱讲，台湾是中国一省。主办单位是无参与继续颁奖。台中梨山种茶农民谢中林穿西装准备就台领奖，不过台下煞有人伫咧欢。有中国的人员伫遐大声咧欢比吧，想要干扰颁奖，不过煞是引起现场其他人士的不满。台中的主办单位嘛无咧甲休，这个为台湾台中梨山来种茶的农民谢中林，这个月初去法国巴黎参加法国茶米国际比赛，伊的茶米得到大会特别奖。当伊要上台领奖的时阵，煞是去互中国呛声。谢中林讲，伊的心情是无受影响。当下我蛮冷静的，因为觉得就不要理他们就好。当下看到那么多国家，其实都在帮我们说话，跟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还内心还蛮温暖的了。谢中林讲，这个为着提升咱台湾的知名度，以梨山高海拔的关度，配轻发港的工法，带出清芳甲后韵，还佫有把水的口感，得到国际的肯定。讲到中国的态度，伊是无啥要义。也让外交部讲，除了背回中国的讲法，
嘛强调咱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务实体认，只有透过和台湾对等以及尊重的对话，以对话取代对抗，理性看待两岸现实，停止对台湾以及国际社会无理的施压以及胁迫，这样子才能改善两岸关系。外交部讲，即届有18个国家300多件的产品来参加比赛，咱国摕到真出色的成绩。即届的活动有清楚标示咱国的名，嘛有展示国旗，已经做真清楚的区分。中国无权插嘴甲介入，嘛呼吁中国应该理性看待，遵守国际社会文明甲礼仪的正常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墨西哥一架小型的私人飞机，当地15航向载落，尚无受7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而且因为这飞机载落地点，迄带仓库内底是有燃油缸加速管，惊讲崩起会造成死伤。附近的民众大约130人赶紧撤离。救护车驶正紧过去，赶到飞行机失事的现场，刚才看到卸飞行机现场骹球场的草仔地是烧甲规片草花搭，内面的建筑各项弄甲沙石散甲规涂骹。墨西哥一架注册号是 XA Pro 的小型私人飞行机，15摔伫中部城市托鲁卡，有够大声嘛，互附近的居民拢惊到。Y ya luego oímos la explosión, hasta se movió, bueno, íbamos en la camioneta y ya luego vimos salir el humo. Pensábamos que era una empresa, pero dicen que es una avioneta. 事故的现场是伫圣马特奥阿腾科工业区，离托鲁卡机场差不多有5公里远。当局查到这架私人的飞行机是对墨西哥的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起飞，迄当初飞行机顶有8乘客，2个机组员。飞到事发现场附近的时阵，敢若拍算要紧急迫降伫骹球场，所赶快失控挡着附近一间店家的金属厝顶，引发大火。Se están haciendo ahorita los trabajos de contención, se tuvo que evacuar 2 cuadras a la redonda porque la bodega donde cayó había tanques de combustible y de gas, entonces se tuvo que, como una actividad preventiva en coordinación con Protección Civil.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伫事发的现场找到真侪酷刑客的尸体，各少数人失踪。另外，飞行机引发的大火，中互当局是紧急先撤离差不多130个居民。飞行机的原因，搁要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陈世龙编译。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去互香港当局指控违反国安法关押5年，但法官是判伊有罪，相当有可能会甲判无期徒刑。这国际都真侪头人出声呼吁中国要赶紧放人。美国总统 Trump 就讲，伊是要当面要求习近平要甲黎智英放出来。另外，因为这黎智英是有英国公民的身份，所以讲英国外交大使嘛呼吁中国放人。不过中国的大使就叫这英国莫干涉中国内政。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防指控涉及香港国安法犯下串谋发布煽动弹劾甲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15号香港国安法法官判3项罪名拢成立，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美国总统川普15号伫华府表示，伊要当面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替黎智英求情。I feel so badly. I spoke to President Xi about it, and I asked to consider his release. He's not well. He's an older man and he's not well. So I did put that request o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黎智英有英国公民身份，英国外交部甲中国驻英国使馆15互相约见对方代表，强烈表达立场。中国驻英国大使郑德公强调，中国无承认双重国籍，呼吁英国放弃失眠心态，是停止干预香港司法甲中国内政，停止包庇反中乱港分子。英国外交大臣高标15号伫国会强调，这个案有政治动机，呼吁是释放黎智英。Jimmy Lai now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sentence which, for a man of 78 years, could mean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prison. I call again for Jimmy Lai's immediate release. 黎智英查某囝黎彩15号也伫美国呼吁香港当局释放伊的父亲，佮强调黎智英伫得释放了后，袂佮将事政治活动扫落来真正会奉献予信仰甲家人。佮较强调，一旦黎智英被关到死，会成做民主烈士，佮较是中国政府永远的污点。If my father dies a martyr in prison, it will be a stain that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erase. I mean, it is not in their interest for that to happen.
你在最近几夜摆接受媒体访问，表示李智英常常糖尿病，伫高中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体重减轻，不时心肝病破菜，听力也衰退。为了向我讲超父亲状态真相，李在几个月前离开香港，冒着无法度过转去的风险。李智英的第三后生李宗军15伫英国游说，英国政府要求北京当局释放有英国公民身份的父亲。公司新闻警员编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拜六礼拜是甲欧洲国家的领袖，也有美国的代表伫咧德国柏林会谈，达成5项共识。这主要就是讲，这停火的前提是要维持乌克兰的主权，停火方式嘛要甲乌克兰也有欧洲做伙协商。泽伦斯基就强调讲，要先确保因的安全，才有通好来敲这领土的代志。也若是美国的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停战真有希望。欧洲各国的领袖、美国的代表，也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做伙伫德国的首都柏林举行高层会谈。德国的总理梅尼兹伫会后记者会表示，美国、乌克兰甲欧洲已经就俄罗斯甲乌克兰停火方案达成5点的共识。这个柏林会谈后停火可能性变加会使想象。Wir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eine große diplomatische Dynamik, vielleicht die größte seit dem Beginn des Krieges am 24. Februar 2022 erlebt. Wir haben jetzt die Chance auf einen echten Friedensprozess für die Ukraine. Diese Pflanze ist noch klein, aber die Chance ist real.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无亲身去柏林，但是透过电话连线参与这场1点钟长的会谈，对会谈的结果表示乐观。川普讲，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进行真济届对话，认为停战的协议比英国任何时间拢更加接近成功。I think we're closer now, and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they're closer now. We had numerous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and I think we're closer now than we have been ever. And we'll see what we can do. We want to save a lot of live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坦白讲，美国甲乌克兰伫和平协议有缘有无共意见，尤其伫领土议题。泽伦斯基强调，只有是伫安全保障条款清楚具体，而且会当执行的前提之下，乌克兰才会就领土的安排做出决定。Діалогу щодо території було достатньо, і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що поки що у нас різні позиції, скажу відверто. Але я думаю, що колеги почули мою особисту позицію. Я дуже радий, що я міг особисто передати цю позицію. 另外，欧洲的领袖也讨论使用欧盟冻结的2000亿欧元罗西亚央行资产，为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长期贷款。这个方案受到比利时等国家的反对，反倒若罗西亚甲乌克兰落买和平协议无讲着赔偿，比利时的金融机构可能面对罗西亚真大的法律诉讼的风险。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会后表示，欧洲甲美国立场相同是得到进展的关键。Europe will continue to raise the costs of Russia's war. We have a new sanctions package in preparation, and we have immobilized Russian asse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over the long term. 分析认为，讲美国较希望甲冻结的资产加做甲罗西亚谈判的牌，欧洲是希望使用这条资金来满足乌克兰紧急的财政需求，这也正做美国甲欧洲之间真歹得到共识的战略上的争吵。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过剩无10天，就是耶诞节啊！这耶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拉普兰耶诞村，是已经有真侪游客到地，要伫咧遐享受过节气氛。这耶诞老人今年嘛收到50万张世界各地寄来的批，内底写的拢是正人的愿望。也若是这寄上界侪批去的国家，咱台湾嘛是其中一国。位于芬兰拿破兰首府罗瓦涅米以800公里的耶诞村，夜色真灿烂，灯火布置也真热闹，充满真高的耶诞气息。真侪游客早早就来卡位，准备过一个在地的耶诞假期。根据当地观光单位统计，当年平均达到70万人来耶诞村。It says Christmas everywhere. Just if you look around, you have the snow, you have the lights, you have the elves, you have Santa. So everything is just wonderful. Pretty different. I think it's like 42 degrees Celsius at home at the moment. So we're sending photos to the family and they're pretty shocked. 在真侪国家，耶诞节代表岁末盛宴，除了是迎接新年的开端，也感念过去一年点点滴滴。今年耶诞老人照例收到来自世界各国大细汉囡仔的贺元批，耶诞精灵也整理出大家上要爱的礼物清单。Things like Legos are always popular, books as well.
But nowadays, also, of course, electronics, new phones or laptop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s year, I would say Labubus have been a big hit as well. 伫现代社会，电邮甲线顶通信已经取代传统配件，也毋过耶诞村逐年收到的批邮件是真侪，当地邮局统计平均是达到50万张。上踊跃来批的国家甲地区，分别有波兰、意大利、台湾甲日本。耶诞节伫要到啊，耶诞老人读完愿望批，做好最后的送礼准备，一直出发进前也无忘记你传达今年的耶诞祝福。And I hope this Christmas we could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how could Christmas bring us closer to each other? How could we all live in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耶诞老人也分别用各国语言祝福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守护地球，将耶诞奇迹的精神分享给每一个人。公司新闻刘秀芬编译。来看全世界上界寒的城市罗西亚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一礼拜时间降到零下45度。虽然这听起来是真惊人，不过当地人是讲零下45度不是上界寒的，因遐是捌降到要零下60度，所以讲这人是已经惯势啊，照常上班上课正常过日。当的鱼仔像鱼仔饼同款，一尾一尾插甲滴一滴，就算是伫个日下。室外气温要是比冷冻库低2倍。Какая погода сегодня? 50 есть? Нет, по-моему, 45. Не 50, 50 нету. 45. 这是罗西亚西伯利亚东部的城市，撒哈共和国的首府雅库茨克。当入冬，15的气温就降到零下45度，这一向被看作是全球上寒的城市。Какие самые холода стояли здесь? 55, наверное. 55. Это, таких холодов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根据住伫遮的在地人讲，30度是差真济，零下45度的天气也算温和。不过只要有2大保暖的物件，较寒就唔惊。А что нужно, чтобы не мерзнуть? Надо одеваться хорошо. И горячий чай пить почаще. Если на улице. В термосе. Мы с собой в термосе чай берем. Есть та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есть плохая одежда. Одевайтесь теплее,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С наступающим! 落雪的天气已经是寒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学校改用线顶上课，不过大众运输甲公司也是正常运作。路人的过路人是规分数包甲密密。Ой, ощущается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конечно, по утрам,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отвезу дочку в садик.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и вечерами тоже холодно. 袂少在地人表示，虽然低温是真寒，不过只要无扣风、穿雨袖，也是真享受这种寒的生活。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